上網玩 MSN 或者係 Facebook 聊天室。有調查就發現，有青少年呢每日會花成超過6個鐘頭上網，反映青少年嚴重沉迷上網。梁晶文講下。互聯網世界多姿多彩，無論係討論區定係而家流行嘅互動聊天室，都成為年青人沉迷嘅網上世界。網上遊戲、寫網誌、上網玩到3更半夜，相信唔少年青人都試過。網上世界有咩吸引呢？上 YouTube 啦，打下日記咁樣咯，同埋玩 MSN 最主要原因。一日上幾個鐘？最少都有3個鐘咯。悶啊，同埋想識朋友都係其中原因咯。玩 online game 一大班朋友玩，咁又可以傾下偈，又可以識朋友，咁好開心咯。青年協會今年9月至10月訪問咗3600幾個8至18歲嘅青少年，有近27%受訪青少年有沉迷上網，2成幾人每日上網2至4個鐘頭，更加有近1成每日上網多過6個鐘頭。去到一個地步係喺屋企上網唔返學啦，咁其實都或者有一啲 case 係佢為咗要去上網或者打機要買啲點數卡啊，其實佢都會試過偷錢啦。有社工話，單係禁止青少年上網並唔能夠解決問題，最重要係協助佢哋發展自己嘅興趣同埋潛能，喺現實生活中得到滿足感，亦都要鼓勵佢哋遇到唔開心多啲同人傾訴，唔應該淨係依靠互聯網。